龍添啊，好。我仲記得6月份賽事啦，其實條啦7號嘅早年好啦，隊長巴文啦，14號就卡斯，22號咧就集組賽啊，中國香港主場迎戰孟加拉嘅賽事啊嚇，紅色波衫主場之利啊，對方就即刻進行佢哋咧就執行前場逼搶嘅戰術，即係變咗就可以唔使組織上去喺後邊組上。啱叫新開波啦嚇，頭嗰1分鐘嘅階段方面啦，咁啊講到球迷都會鼓掌啊，向咧就5日之前亦都係擊敗咗呢個咧就孟加拉4-3。睇睇晏些少啦，有冇機會下半場又見到李霄恒咧就後備身份登場啦？今日一個長傳送到埋嚟，兩個夾一個先喎，有冇事啊？冇事啊！係啊，睇落喺中間度好似一個三文治咁啊，咁啊變咗佢哋想喺個中場組織未必咁容易住啊，因為始終都係開波段。腳清先喎，簡單先啊，開波早段。咁當然啦，上場賽事入球數啦嚇，兩隊波加埋7個入波，咁但係毫無上一場波咧，兩隊都係後防嗰方面咧有啲嘅誤會啦，咁啊導致失波啊。睇下呢一場波講落到嚟呢個位冇問題，都係一個龍門球嚟嘅啫。咁啊見到孟加拉啲球員咧好多啲即係投訴啊！如果你話一開波，其實呢個波好明顯咧就得個位根本完全冇犯規嘅。咁但係佢就想俾啲壓力個球證啊。話照計佢話孟加拉啦，都知道啊，對於佢哋嚟講屬於背水一節，暫時1分敬盤沒席。咁呢場賽事其實一定會以咧3分為目標嘅。咁難怪一開波亦都特登踢個波出去橫邊界外啦，嚟個前場逼搶，諗住嚟個下馬威啊！就有啲似咧就上個球季嘅歐聯決賽咁樣啦。巴黎聖日耳門對住國際米蘭嘅賽事嘅做法一模一樣啦。呢邊光頭佬嘅教練都有卡比拿喺度啊，西班牙籍嘅教頭，而家教緊就孟加拉嘅。嗌都冇用，聽唔到嘅球員當呢個波可以俾翻出嚟，睇下可唔可以轉方向啊？咦，入越位啊！個波如果俾係啦，冇錯，真係越咗位，爭一步㗎咋。其實可唔可以一個反擊可以俾翻後邊啊？但係呢個波俾唔到，唔緊要，起碼都有個嘅。